新闻一开始，先来关心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伫桃园市长的任内涉嫌污洗。第二届交保时，检方提出控告，法院昨暝撤销裁定，发回桃园地院。所以今仔日下晡2点是召开第3届羁押庭。那民众党黄国昌、亚康大塑集团的前顾问廖俊雄，若对郑文灿洗后手，搁直接找总统府来定情，要甲农地划入去国家重大经济建设。针对这个指控，总统府和行政院拢已经反驳。前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涉嫌伫桃园市长任内收污洗钱，当摆交保时，检方提出控告，高院查查暗撤销原裁定，发回桃园地院经裁。在下昼2点，第3摆召开羁押庭。当时，民众党团总召黄国昌提出相关公文指控，保证防羁押的大塑集团前顾问廖俊雄涉嫌污洗郑文灿了后，更加直接找总统府定情，一路交办予行政院、经济部、内政部，要将农地划入国家重大经济建设。总统府那边下条子，行政院那时候的秘书长卓荣泰也下条子，这一种从地方到中央一条龙的服务，帮特定的权贵变更地目，这件事情绝对不是郑文灿一个人就可以独立完成的。对此，总统府发声明反驳，指出各界所提出的建言，总统府已定书函转予相关单位已经真侪年，无任何不法。佮表示，若有任何违法事情，欢迎提出证据交予司法监办。行政院也回击，对看文公告书的无函剧本感觉不体甲遗憾。华雅案从民国102年当时送到内政部都委会的时候，我查阅了所有的会议记录，从来没有同意过也就是说从来没有共识过。具体的个案，任何人在这个时候发表评论都是不适当的。检察官办案一定是看当时的证据能不能构成这个犯罪，绝对不是任何政治力或什么可以干预的。外界也观察郑文灿案，捌伫现任北检检察长王俊立，迄当时担任桃检检察长期间，2摆签结，经过7年。法务部处长徐锡雄强调，检察官依法办案，未受到政治的干预，政治到倒位就查到倒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